国三大报之一的《卫报》在当地时间周五7日晚上时，已再次被中国的防火长城封锁。数据显示，同时被封的还有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赫芬顿邮报》、《卫报》、NBC 新闻和《环球邮报》。据《卫报》报道，今次封锁相信是临时性质，事发时间显然是6月4日后。故可相信是与《卫报》在其网站及出版物上大篇幅报道关于6·4事件30周年纪念有关。报道又引述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表示，稍早前大使馆以外交大臣后军委的名义，在微博上发表纪念6·4事件的声明，但随即就被删除。法国黄背心第30周继续示威活动，以抗议马克龙政府的政策。最初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和糟糕的经济状况而开始的黄色背心行动，后来变成了反对马克龙政府的示威活动。在第30周，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安全措施。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于9日举行，共有包括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在内的7名候选人参加竞选。根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，选民投票于当地时间9日7时开始，20时结束。哈境内外共设置9968个投票站，来自4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1013名国际观传员参与监督投票过程。海外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可以在51个国家的64个投票站投票。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谋杀之后，全世界都发出了反对沙特阿拉伯的声音，但没有实施任何制裁。基于美国情报的国际媒体报道，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合作建立了一个秘密弹道导弹发展中心。根据改变华盛顿议程的说法，在中国的支持下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导弹发展中心。根据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确凿的证据，最近几个月，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是战略伙伴，并说这种伙伴关系不违反国际法，这些伙伴关系中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